因为我有一场戏情绪非常的重，然后我就要冲进家门，然后我一冲进家门，我想说那是长颈鹿吗？来，先看中间。好，来左边。你们知道电影里面藏了长颈鹿这件事情吗？有发现到几只，知道吗？我知道是有3只半，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有几只在哪里。昨天我姐一直在质问我，她说因为她的朋友一直很想要知道那3只半到底在哪。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导演愿意现在为我们解答吗？我觉得就是直接说了，对不对？你就讲一下大概，让大家再回去找看看。好，一只当然最明显的是在那个他们去电影院的时候看的《两相好》里面。对，李清导演《两相好》有一场戏，就是刚好他们两个是有一对情侣去约会的时候，有一只长颈鹿这样。对，那这是最明显的。再来就是那个魏仲廷老的时候，老魏的，老魏他回到教室里面背后的巨大。有，昨天我们就故意把这样放出来了。有看到，对。然后第3只比较难找，是在那个张老师家里的办公室的桌上。哦，这个比较难发现。但是因为那个会拍这后来有剪进去的那个镜头是他在跟魏仲廷讲话那种戏。对，在家里面跟魏仲廷讲话那种戏，所以他的背景有一点没有焦这样子。对。然后另外有半只就比较，大概只有他会比较清楚。对。在哪里？在那个方瑞欣的家，超莫名其妙。因为我有一场戏情绪非常的重，然后我就要冲进家门，然后我一冲进家门，我想说那是长颈鹿吗？因为它是一个长颈鹿的古画，就是看长长一只这样摆在我家门口。所以一般观众可能不太会发现。看到下半肢。哦，原来好，那我们今天在官方透露，就想让观众再去找找看。那个基本上，因为他们攻击的是，他们其实攻击的是他们银行表什么公关公司，可是你们大家知道，这个电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公关公司，那所以是千美子那边会想要看的，对。所以那如果他不用不要弄这个，怎样？看什么？我说他如果不用观光灯，他改行销公司的话，他只是叫他写观光公司。好啦，对不起。但是因为他是匿名贴文的，所以这样子找不到。所以我们交由律师来处理啊。这个技术问题我真的觉得不因为昨天已经发声明说会追究嘛，那目前已经开始行动了嘛。就是你要不要问陈爱伟？请律师那边开始作业。目前进入到搜证调查。对。所以那个需要跟警方去报案。我还没有问到律师那么 detail，有点时间。你们想要一起开庭是不是？没问太细了吧？我想要旁听啦，对。好，到时候通知你。就是交给律师全权去处理，然后等他通知我们到什么阶段。